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北京商报今今天刊登一篇文章说房企再现总部直管架构，招商蛇口取消区域公司，上半年10余家房企进行架构调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为适应行业发展新阶段，房地产企业正加速推进组织架构扁平化变革。6月24日晚间，招商蛇口发布公告称调整组织架构，取消区域公司，总部直接管理城市公司。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上半年包括中交地产、万科、中海地产等10余家房企进行了架构调整，其中多数房企从3级管控转向2级管控，减少中间层级，合并低能效区域，聚焦核心城市。业内人士分析称，组织架构是服务于企业战略工具，其调整核心是适配行业周期变化，扩张期则侧重覆盖广度，收缩期侧重管理深度。这个说的都是文绉绉的不易于理解。咱们说直接的吧，分析问题没那么复杂就是碧桂园、万科甚至融创暴雷的时候，暴雷之前是不是都做了组织架构调整？也就是这个区域公司合并，什么3级变2级，都是大刀阔斧直接砍掉一半。说什么适配行业周期变化，什么覆盖广度、管理深度，都是扯淡。就是因为要勒紧裤带过日子，要收缩，因为你再搞那么大铺那么大的摊子，你四处盖房子卖不掉了已经。你还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每个区域公司得有个区域总吧，有一套班子，那工资都不低所以裁撤合并这是必然。也就是当你看到这些央企招商蛇口中海这些央企都在进行架构调整，就说明他们也不富裕，他们也到了这个暴雷的边缘，只能说明这个说明不了其他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贸、保利发展、建发房产、碧桂园等10家房企在公司架构及人员上进行了调整。中国经贸在3月时取消华东、华北、华南、华中、西南5大区域公司，将总部区域至城市3级管控调整为总部地区2级架构，直接管理14个地区公司，就把中间那一级给砍掉。那你说多少个副总，对吧？多少个班子没有了职位？所以北京商报的这个报道凸显了这个，即便是央企房地产开发商现在也不富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对吧？再结合一下，你看看万科现在什么个状况，对吧？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保利中海招商蛇口他们是不是高枕无忧这个房子卖不动不光是碧桂园，对吧？融创的房子卖不动，也不光是万科的房子卖不动，你保利、中海这央企的房子一样也卖不动大家还记得这个南京的这个中海3个项目直接打6折吧？这已经说明问题了今天还有一个消息那就是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后来这个勇斗就是春节期间大过年的勇斗加藤老师的，跟加藤老师2个人要扬言要法庭见的经济学家任泽平，他不有一段时间是不知道发了什么一个微博跟汉武帝有关的，然后就似乎是被禁言了反正很长时间没见他。好像这2天又出来了，应该是在抖音上面吧。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消失大半年，突然在网上又发声。我也看了一下他主要观点这主要是谈房地产，认为房地产确实太重要，是绝对的经济支柱，只有房地产稳住，经济才能恢复和振兴。因为房地产规模巨大，有300万亿和400万亿之巨，最高峰400万亿，甚至我听说的650万亿我们的年 GDP 好像是120万亿然后这个咱们股市经历了好几次牛市之后，现在才刚刚达到100万亿，也就是这个房地产的规模是我们 GDP 的3倍指股市的4倍就这个意思所以非常重要。而且老百姓60-70%的财产就在房子上面，所以任泽平力挺房地产。他认为这房地产不但不能跌，还要稳住，还要涨回去。他这个观点呢，你这乍一看反正都是对的，似乎理能说通，但是他解决不了他这个是倒果为因，对吧？这是因果颠倒了。就我的感觉是任泽平老师是不是他在2017年
那正楼市火的时候，他正好也在恒大嘛，年薪1500万，那正是人生巅峰时期啊，那高光时刻啊，很有可能啊，那个时候我这是个人推测啊，不保真。就那个时候，你想作为一般人，那肯定有点飘啊，人生正在这个上升期，对不对？事业的上升期，说不定他就那个时候在北京、上海买了房，哎，买了大平层啊，大 house。恐怕还有一些贷款。现在就2017年买的话，那你现在对吧？跌了40%是有的啊，首付肯定是跌没了，完了还要还按揭贷款，压力巨大。所以打心眼里希望这个房价能涨，给他解套，对吧？这比较符合他的这个当前状况，这是我个人推测啊。因为你想，任泽平老师对吧？他年纪应该不大呀，对吧？他在恒大应该是17年、18年或者那个时候吧，毕竟恒大给的年薪是1500万嘛，对吧？这个时候要是你会干什么，对吧？你以前是买了个小房子，你现在肯定得改善。我相信任泽平老师那个时候进恒大的时候，他在北京肯定是有房子，这个不用怀疑啊，自己有套房。当然那房子比你小了嘛，对吧？现在都是首席经济学家跟着这个首富后面混，那还不得买个大宅子啊？所以说恐怕啊，又是30%的首付买了个大房子，正好踩在高点，现在跌惨了。但是任泽平老师似乎啊，好像他这个点啊，给人感觉踩的都不准，就是点背啊。我给他捋一下啊，大家听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他去了恒大，好像在恒大也不受待见，1500万的这个年薪似乎也没拿到，就真正给他发了多少够呛。因为2021年恒大就爆雷了，这个任泽平老师就玩命的洗自己啊，说跟恒大没关系啊，恒大爆雷跟他没关系，对吧？不停的向外界解释辩解，说他在北京啊一心搞什么学术研究，他给徐老板提的建议，徐老板也不听，徐老板还骂他，还羞辱他。总之啊，就是说明这个恒大爆雷跟他没关系啊。如果徐老板要听他的，那恒大不至于爆雷，就这意思啊。然后这个任泽平老师好像去了东吴证券搞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出来了。好，任泽平老师开始疯狂推荐新能源，说你这个时候不买新能源，就相当于10几年前没买房子，大家还记得吧？结果新能源一进去的话，你现在手脚要麻利一点，对吧？你才能赚到钱。你手脚慢一点，你都被套住了。反正他推荐新能源之后啊，新能源并没有像房地产那样高歌猛进啊。现在你看都杀成狗了，各种卷，对吧？连那个长城的魏建军啊，都说新能源里面啊，汽车行业里面的恒大已经出来了，给人感觉任泽平老师到哪儿出恒大呢？后来卖生发水，对吧？那是被生活所迫啊，没办法，卖生发水被工商部门罚款，好像是这样的啊。后来没办法，任泽平老师准备直播讲一讲明年的这个中国经济啊，对吧？是7大不利因素，结果导致经济要滑坡。结果任泽平老师直播到第3点还是第4点的时候，直接断播了，被踢出了这个直播间。第二天说有关部门找他谈话，从此以后啊，这个任泽平老师高举这个正能量大旗啊，只唱多，你看就是点背啊，干啥不顺。前不久啊，这个泡泡玛特不是火吗？拉布布啊，好像任泽平老师力挺泡泡玛特，他搞了一个研究啊，发表一篇文章说这个是新消费啊，这个拉布布情绪消费等等，以证明啊这个会成为一个现象，会成为一个潮流。结果他的文章一发表啊，就是点就这么背，拉布布啊直接就崩盘了。然后泡泡玛特从那天开始啊，股价就暴跌，跌到现在跌了几百个亿了。就我们不能说任泽平老师是毒药啊，只能说他点背。关于这个任泽平老师，他说的这个房价不能再跌了，房地产不能跌了，这个啊大家都能听得懂，对吧？不跌，我们每个人手上的财富就不缩水，对吧？这个咱们70%的财富在房子上面，财富不缩水，大家消费啊就会有信心，对吧？消费有信心，这个企业就能赚钱，企业能赚钱，企业就能养更多的人，那大家都有工作，有工作大家信心更足，信心更足就更消费，对吧？这就是个良性循环，这道理啊好像能说得通。问题是你怎么让房价不跌？你要出台政策是吗？就是要继续搞计划经济，要物价要管控是吗？不让它跌，政府出台这个限跌令。我记得这个去年还是前年，任泽平啊，应该是去年，对吧？疯狂的喊要政府收储，把那开发商那地买回去，把开发商盖好的房子卖不掉的买回去，搞什么住宅银行。你看搞了1年多，请问搞出了个什么出来了？他去年这个时候啊，是在网上，对吧？天天建议政府要发债，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靠谱啊，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地方政府，对吧？在想什么？他这个政策啊，也就是任泽平老师，他都是理论知识，不具备可操作性，一旦操作啊，他就害人害己。就是理论上是通的，但是一旦实际就照这个做的话，那就只能是初衷是好的，结果一定是相反的，因为它违反了人性呢。你说啊，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把那个地啊翻了10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了，关键地方政府把这钱已经花掉了，该发工资发工资，该搞基建，对吧？花掉了。这个时候你说让
政府啊发债，再把开发商的地再买回来，你这不是反人性的吗？你就是东西好不容易卖出去了，你要原价把它买回来。虽然你理论上说你这政府没出钱，政府是发债的，发债把它买回来。问题是政府说我能发债，我把这钱发工资不好吗？我为什么要把这地买回来呢？好不容易拍卖拍出去了，再说了，你把它买回来，你以什么价格买的？买贵了吧，那叫国有资产流失，对吧？向私营企业输送利益；买便宜了吧，那叫与民争利，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买便宜了吧，你相当于你本来这个民营企业开发商就活不下去了，你还在人家身上刮一刀肉，对吧？加剧了他们暴雷。也就是地方政府怎么操作？第一个，他要克服他的人性；第二个，还有道德风险。比如说啊，地方政府收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然后做什么保障房，哎，这个理论上对吧，也很好，看上去很美。但是你看看到现在哪个地方真正的买了落实的，都是喊口号。为什么呢？道理是一样的啊。你把这个地方开发商的房子买了之后，你还不是要当做一个产品提供给需要的人？这个社会对房子需求就那么多，对吧？只是开发商提供给这个韭菜，还是说政府把它收回去之后再提供给韭菜？它的供求关系没有改变啊。你无非是让开发商对吧拿到的钱他不暴雷，但是政府背了这个债啊，政府背这个债，那不就是大头背债吗？那不就全民来负担吗？完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权钱交易，对吧？各种腐败，明明啊对这些房企进行破产、债务重组，就破产重整，对吧？那出清来解决，非要死保这些房企，没有必要啊！你要想想，地方政府如果拿到比如说5000亿这个配套资金，说用来收开发商的地，或者买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他如果真拿到这个钱，他能不挪用吗？他买房子干啥呢？1万1平米收来，完了给保障房给别人5000一平米，他政府又得倒贴钱进去。你这个政策啊，你这个主意搞得好像政府很有钱，对吧？政府那贴不完的钱，政府现在连那国补那个补贴都要停了，哪有钱呢？对吧？这些专家就认为政府有钱啊，政府总认为韭菜有钱，然后韭菜就认为专家有主意，对吧？有妙计，这不就是天大的误会啊？都是误解。其实啊，恒大一暴雷啊，楼市就不行了。楼市一不行的时候，刚开始各个地方政府就是在保房价，它不准价格跌啊，大家还记得吧？为什么叫备案价呢？对吧？你这项目开发好之后，1万1平米备案，你就只能卖1万1平米，你不能降价，你顶多能降到9500，对吧？谁要降到9000，那马上住建局函就来了，就是责令整改，因为你扰乱市场这个价格，老业主还有投诉，这不就是地方政府保价吗？不想让它跌吗？那结果就是你要不让它跌，那就房子卖不掉，没有成交，对吧？你是可以把这房价对吧稳定在1万1平米或者2万1平米，你出个规定吧，不让它跌，那就没有成交，没人买，对吧？咱们一直说你怎么让韭菜相信这个房价未来会涨？如果你要让韭菜相信房价在这个基础上未来还要涨1倍，对吧？或者未来涨30%，我们退一步说吧，就是说未来房价它不会再跌了，你要让韭菜相信，你要得做到这一点，它不会再跌了，那至少有部分刚需的啊，恐怕就进去买。问题你这个都做不到啊，对吧？你怎么让韭菜相信他未来他会更好？他的工资要涨，那韭菜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有工作的保不住，没有了购买力，你这房地产怎么稳？对吧？从2021年恒大一暴雷啊以来，政府出的文件没有哪一个文件里面说要让房价跌，都是要企稳，对吧？出的政策都是要维稳，它不是稳不住吗？对吧？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政策说，哎，要房价再跌一半，对吧？都是让房价稳住。所以专家出的这些招啊，表面上看好像是对的，理论上似乎是这样，但是你违反人性，你就推行不了。这个在西安啊，有很多烂尾楼，它这个烂尾楼形成的原因呢，各种各样的各种原因，但是很多烂尾楼烂的时间特别长，很难解决。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那些花光积蓄买到烂尾楼的人究竟有多绝望？我买房10年了，我说我怎么去活呀？在这个房子上，我们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老人闭眼的时候都没等上个房子。有人奋斗几十年，有了温暖的新家；有人耗尽一生，却被困在了烂尾楼里。这就是西安烂尾楼业主的真实生活。2013年5月，他在西安灞桥区买了一个房子，开发商承诺2015年6月交房。当初买房的时候，儿子还在奶奶的背上背着，按照他的计划，等开发商交房的时候，儿子正好上小学，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就有了归属感。一家人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然而等到了交房日期，开发商不仅没有按时交房，反而越等越没有动静，直到2016年彻底烂尾，这让绝大多数业主陷入了绝望。虽然复工遥遥无期，但银行的贷款却要按时交还，再加上3年特殊时期收入降低，许多业主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同时也为了不让自己辛苦买的房子荒废，他们只好搬进这个复工无望的烂尾楼。
虽然这里既没水又没电，还没电梯，但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当初买房的时候，孩子还在大人的背上，如今孩子都上初中了，房子依旧还在烂尾。这位业主的收入并不高，每个月的收入除了还房贷，还要维持家庭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甚至平时买菜都要精打细算。一个月也就2、3千块钱，一两千块钱，你说够干不上。所以说吃的这些喝的也就凑合着能吃能喝就可以。基本上吃的东西只要有这些，有馍有面汤就可以了。老太太说只要有这些东西，1日3餐他就够了，他不要求你买什么菜呀啥的，今天买点，只是我过来买点青菜，平时回来你要让他自己的话，就一口馍炖点土豆，这就是他的饭，这就是他的饭。本打算买了新房后接自己的父母过来享享清福，没想到自从有了这个房子，二老每天都跟着自己受罪，甚至老父亲直到去世也没等到这个房子交工。一想到这些，他就忍不住流泪。历史长河中的每一粒尘埃落到普通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由于毛坯房里没水没电，就连上厕所都是个大问题，小事还可以在家里找个桶解决，大事就要跑到楼下的公厕。67岁的李阿姨住在13层，每天都要爬上爬下4、5趟。对于一个67岁的老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晚上他只能使用太阳能灯来照明，即便调到最大亮度，整个屋子依然很黑。和他们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曹大姐一家。2011年，他用多年的积蓄交了首付，本以为生活能有个新的开始，没想到项目烂尾，彻底让他陷入了绝望。没技术没文化的他只能在饭店打工，每个月只有2800的工资，但2500都要用来还房贷，还要每周给女儿200块作为生活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都需要钱。夫妻俩打拼了半辈子买的新房，不但没带来希望，反而把他们拖入了另一个深渊。只要有时间，同病相怜的业主们就聚在一起做饭。眼前这位大哥干了一辈子体力活，本打算买个房子给儿子当婚房，没想到现在孙子都出生了，这个房子还在烂尾。他始终无法接受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不仅没拿到房子，还欠了一屁股贷款。一想到这些，他就彻夜难眠。虽然房子已经烂尾，但他依然有一种踏实感，即便它再破再烂也是自己的家。对于大人来说，这个房子是一块心病，但对孩子来说，这里却像一个游乐场。业主李科在2016年买了这个房子，当时他和妻子谈恋爱时就看好了这个房子，两家的父母一块筹钱帮他们付的首付。如今他的女儿都已经6岁，这个烂尾的房子却一点进展都没有。对于李科来说，女儿就是他的软肋，自己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但他不想让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好孩子年龄尚小，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在哪里都会开心。最终经过多方协调，2022年6月该项目终于开始复工，但开发商却向业主索取每平米1800元的续建费，差不多就是20万元。对于这样的要求，很多业主无法接受，他们只能在希望和失望中继续等待。这个我记得叫西安叫颐和坊吧，我也可能记错了啊。这是在西安恐怕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烂尾楼。这我记得我以前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像这样的烂尾楼有很多啊，这都是房地产的大干快上的时候搞的拆迁，很多地方到处拆啊。一些小的开发商拿到这个项目之后，资金链断了，然后扯皮扯到现在。大家想象一下，就在过去房地产就是西安的房价涨得那么凶的情况下，它都没能解决。那你说现在房价在跌的时候，那不更难解决吗？对吧？为什么说保交楼现在越来越难呢？因为这个楼市低迷，对吧？你越低迷，你越不好保啊。如果现在房价还像5年前一样，还在蒸蒸日上，对吧？你房子只要盖出来，就有人把它买走了，大家都排队来买，那保交楼就没那么难，对吧？社会上大量的资金就会往房地产就跑，人家给房企贷款借钱，因为你盖出来就能卖得掉啊，大家谁都愿意进去分一杯羹。但现在呢，我把钱借给你，对吧？你把房子盖好了，你卖不掉，你怎么还我钱呢？或者你打折卖，对吧？你能卖掉，你打折卖，你越卖越亏，你也没钱还我，那我怎么会借钱给你呢？无论是银行啊，还是什么信托，还是私募，还是这个高利贷，人家都不愿意借钱给你，因为你还不了的原因就是你房子卖不掉。所以说啊，你越往后啊，这个烂尾楼越难解决。我们再看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啊，他说北京甲级写字楼租金降幅持续收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北京的甲级写字楼租金还在降，只是降幅小了。近日，高力国际发布2025年第2季度北京写字楼市场报告指出，2025
2025年第2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延续1季度总量去化、区域分化的态势，单季度净吸纳量达到3.2万平方米，连续8个季度实现去化。同期，北京甲级写字楼空置率稳定在20.2%，连续7个季度稳定在20%左右的水平，标志着市场正处于新增供需动态平衡阶段，租金降幅持续收窄。今年第2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平均净有效租金降至235.6元每月每平方米，环比微降2.9%，就比1季度降了3%左右。那不还在下降吗？但是这个降幅是近3季度最小降幅，也就降幅小了一点。就是咱们一直说这个写字楼的租金和空置率实际上对应的就是就业。写字楼租金越贵，对吧？写字楼的空置率越低，就说明这个就业市场越火爆。尤其是北京北京的这种甲级写字楼，那提供的工作岗位，那应该是令人羡慕的，对吧？那待遇都是不错的。但是你看北京的甲级写字楼，它的租金是连续在下降。虽然空置率稳住了20%，但是租金一直在降对吧？这就说明这个北京工作也不好找对吧？就业也不太容易。以望京为例你看望京以前多火热望京大概有10万韩国人吧，就大量的韩国企业在那儿扎堆。现在你看看都撤了，这个韩国企业一撤，对吧？你带走了多少工作岗位，少了多少工作岗位反过来说什么时候北京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在下降，租金不降了，或者反而上涨，那就说明就业至少稳住了，也不会再降了。说到就业这个央视财经它有个报道，他说毕业生租房避坑指南来了，毕业生警惕3大租房套路。又到1年毕业季，很多毕业生要面临租房问题，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这份毕业生租房指南请收好。他说1网络照骗，精装修，家电齐全，网图可能是照片，也就是那个 PS 的照片照片，骗子的骗用照片来骗这个毕业生，对吧？你在网上一看到这个图，挺漂亮，或者是看到视频现在这不是视频看房吗？那有可能那个都是被 P 过的。说看房时若发现脏乱差，立刻撤退。第2个说真假房东，假房东常以忘带合同为由收押金后消失，必须核对对方房产证加身份证，否则千万别交钱。第3个租金贷陷阱，中介以按月付租诱导办理网贷，实则是隐性贷款，因此签约前务必认真确认付款方式。你说这个毕业生也不容易本来工作就难找，找不到工作，完了这个你还得面临这么多坑对吧？哪个坑掉进去你都受不了，确实对吧？在中国不容易可以说这些坑是防不胜防，因为人家是专门针对你去量身定制的一些骗局，你说你怎么防所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对吧？不要急于做决定，多思考吧。还有一个我觉得最管用的一招，尤其是大城市对吧？所以我为什么建议毕业生，对吧？你要有条件，你尽量去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这些城市租房也会有问题，但是毕竟这问题就小得多，少得多就这些地方似乎法制还能管点用，是健全的。就是相比较而言也就是所以说你毕业之后你要去哪儿打工北上、深圳或者杭州，对吧？这些地方如果你上当受骗了，好歹还有地方说理那其他地方就更难了，说不定没人管你，对吧？对这个毕业生来说如果你不幸被骗，我建议你就打12345。如果你租房被骗你打12345应该能解决，因为这个是当地警察一定会上门。你只要打了12345，有的时候你打12345比你去派出所报警恐怕效率还要高。总之对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你面临的坑不光是租房对吧？找工作也有坑你工作没找到，说不定对吧？你这个什么培训费交了，各种从你身上收钱、割韭菜的、骗你钱的，总之有踩不完的坑总有一款对吧适合你，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好，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